尾号1007是不是？什么尾号呀？007，我不是网约车，什么你不是网约车？你开的比亚迪秦，你不是网约车谁是？不是，我不是网约车，我回家。你刚跑完？你还在外面玩，怎么还不回来？教大家如何正确谈恋爱啊！不是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一天到晚的，你是我生的还是我是你生的？要你管那么多，人家谈天不让他滚。哎，你最近站起来了？哼，学吧，学到脑子里都是自己的。回吧，干嘛？这是你对象。那你帮我看一下，我上班去了。哎，行，你去吧，我肯定给你照顾好，你放心啊，你去吧，忙吧。啊，是啊。你妈妈不要你喽。